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用掌声继续来喜乐的赞美，哈利路亚。当风不像大风，让你无法挡；当你忧愁害怕，好像没希望。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当你看见世人享受的富贵，不要忘记基督应许你丰富。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世上荣华不可摆出天堂福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当我们等一下在唱副歌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跟上面的同工敬拜团一起点脚来，我们点看看来，左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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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预备好了吗？好，我们要喜乐来。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。弟兄来第一节，当风不像大风，让你无法挡；当你忧愁害怕，好像没希望。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必能叫你惊第二讶你节，是乐。姐妹来第二节。当你看见世人享受的富贵，不要忘记基督应许你丰富。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，世上荣华不能买出天一起来举起我们的手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弟兄姐妹，现在牧师要邀请你离开你的位置，然后去跟旁边的，你跟他说：天天感恩，天天充满，来，天天感恩，天天充满。哈利路亚！一起来点脚来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歌词来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必能叫你惊讶你是乐欢呼。牧师呢现在邀请我们把我们的手放在你右边的人的肩上，好吧，轻轻的放，然后你要来为他祝福，把你的右手放在你右边的人的肩上呀。我们现在呢要来祝福他，好吗？祝福他明年新的一年充满了丰富的恩典，身体健康，钱财富足，家庭和乐，阿们吗？好，我们现在闭起眼睛，为你右手边的那个人来为他祝福祷告，开始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你的恩典，主啊，充满在永光教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，主啊，你要赐我们在2019年，主满了神你的恩膏，主啊，让我们健康，让我们体壮，让我们在经济上得富足，主啊，让我们在家庭关系蒙幸福，让我们越爱神越爱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主。再来啊，哈利路亚！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，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。
在这2018年，谢谢你陪伴我们走过，谢谢圣灵，你与我们同在。